有學者認為，澳廣視未來應該完全轉為公營廣播模式。世界上亦都有唔少成功嘅例子，一旦基本體制可以改變，自然就可以改善澳廣視嘅節目素質。澳廣視係由政府資助嘅機構，澳大傳播系助理教授林玉鳳認為，澳廣視將來轉為公營廣播機構係必然嘅事。7年之前呢，就已經見到嗰個問題，就係當嗰啲私人股東佢逐漸咁撤出晒，即係其實俾翻個股份間公司之後呢，佢本身個體制先天上面就係不足㗎啦。咁所以如果我哋睇落去出資，既然一向咁多年，我哋其實都係以政府為主啦，行公營廣播嗰個係必然嘅事咯。香港電台、英國 BBC 等都係值得參考嘅成功例子。林玉鳳話：政府撥款資助可以透過唔同嘅方式，例如係牌照費或者稅收等間接撥款嘅形式，避免俾人直資等於可能會干預節目內容嘅感覺。佢話：一旦基本體制能夠改變，就可以保障澳廣視入邊嘅專業人士喺一定嘅保障同監管下去發揮，進而改善節目質素。另外，青年議政課程邀請林玉鳳主講演講技巧同策略，向學員講解議政嘅目的同立場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林麗玲報道。